就前几天小白兔这个说法，会让总经理这边有点不太是滋味。也不是滋味了，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给人家这样子的印象嘛。对啊。上任至今跟我们柯市长之间的互动，这样还有更多值得一提的部分。这个就先这样子了。可能觉得我是小白兔啦，市长可能这样子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很复杂的地方，然后我是小白兔。但是我的意思，我自己的认为了哈，我自己认为我不是小白兔，我只是做事情比较比较实际，比较没有去做，我不会去做太多政治上的揣测，然后我只是一直以来就想说，我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那我不认为说把工作做好这件事情要被冠上小白兔的这个标签或者是这个印象哈，其实我反而是觉得说，台湾的政治啊，应该是要允许有这个空间，让更多不太熟稔政治运作的人，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实质的事情，这才是我们台湾社会有可能进步的地方嘛。如果你要参与政治的话，每个人都要去学到一套八面玲珑的这些政治语言啊，熟悉这样子的计谋啊、干跳啊、权谋啊、权术啊。就是唯有你学得敢跳、权谋、权术，然后八面玲珑的应对政治语言的说法，才能在台湾的政治领域里面去参与公共事务。那我们台湾不是很可悲吗？那我们人民到底希望是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如果我们人民希望的是实质做事情的政治人物，还是说我们人民就希望是一个会懂得权术，然后会八面玲珑，然后会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人物呢？也许人民也喜欢那一种会八面玲珑的政治人物，但是我认为说，应该是要有更多的空间，让愿意实质做事的人可以去做事情。